新加坡人气男星冯伟忠因为在纽西兰军训期间修理榴弹炮车时意外被压伤胸腹，送医抢救4天后仍宣告不治，得年28岁。冯伟忠意外离世后，同公司的艺人女友胡佳琪也随之曝光。两人原本打算结婚后再公开，没想到愿望落空。胡佳琪疑似打击太大，昨晚24日连续发了86篇文章，哭喊我的世界没了，让有人非常担心她的身心状况。胡佳琪4天前就在 IG 上为男友冯伟忠祈福，安慰自己男友一定不会有事，没想到最后冯伟忠仍不幸离世。胡佳琪在 IG 上吐露心情：我还是睡不下，刚刚喝了第1口水，边安慰自己，边自己逞强说你还在。他也难过的写下我的世界没了。据三立新闻网报道，胡佳琪昨晚在 IG 限时动态连发86篇贴文，当中不只分享两人第一次合照，也晒出交往多年的印记。最后他表示不好意思，让你们见笑了，没能睡，没能闭上眼睛，思绪很乱，没办法不看见他躺在病床上。或许是我憋了好几年，字里行间满满都是对冯伟忠的爱，令人心疼。